咁睇9988啦。而家咧阿里咧就啲人會覺得咧佢搞個 AI 眼鏡咧跟住 Meta 或者 Google 搞呢樣嘢咧，驚燒到錢啊，驚個利潤咧其實唔係咁幫到手，咁所以啲人就會覺得做多咗多餘嘢咧，我情願咧等一個唔搞大模型同埋唔講呢啲嘢嘅公司就係騰訊啦。成年入邊嚟講咧，騰訊係冇參與呢啲咁嘅大模型講得咁多嘅，間間咁大間公司都表咗態會做呢啲嘢，但係騰訊竟然可以咁大間，雖然佢搞 game 啦，當然或者佢都有網上支付啊，或者有騰訊雲啦，但係又唔見佢話參與呢個項目喎，唔知發生咩事啦啊！咁啊，但係我會覺得香港嗰啲股份，你係要等佢突然間有個故事俾佢，從來冇發生過，突然間就變咗陣，好似快手咁，本來都係仲係得嗰50幾蚊，一講個故事就上80幾啦。講真，科技類嘅股份咧，其實而家係非常之一個憧憬類嘅啫，冇實質盈利面，仲係有啲業績 back up 到嘅，所以我自己會覺得啦，2025年嘅臨尾呢橛咧，其實真係唔好掂得太多港股嘅科技類股份啊，情願你真係用緊嘅中線部署先好搞啦，係真係波動嘅。